明年的正月就要选总统了，但是纳入两党的总统初选也是超袂好势。民进党的部分总统蔡英文早起来参加到游戏机产业的展览会，是再一次甲赖清德话话，讲一加一一定是大于二，团结合作才有力量。赖清德昨去看电影，面对民进党要来取消掉初选的谣言，赖清德讲，若真正不幸行到这步，安尼民进党甲恶的距离就真正真远近咯。总统蔡英文到世贸参观台湾电子游乐机各地产业展，看到到那机嘛来算一个公定一摆，放松心情拍球的时阵，已经是大学的时阵啊。伊讲这真好算，配合大游行4月27就要举行啊。蔡总统甲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拢会出声，两人敢会同台面对面，也是游行前对先会面，引起各界关心。会面的问题哦，我们尊重这个党的这个5人小组哦。那在周末这个游行，我们也会尊重这个主办单位的安排。面对党内竞争，总统呼吁爱团结，进行一天。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是到电影院去看《复仇者联盟》第4集。中文的名称叫《力挽狂澜》。各位上爱美国队长的角色有同情心甲正义感，那面对民进党讲要取消初选的风声。如果真的不幸走到这个地步的话，那民进党真的离恶的距离就非常非常近了。当然，我也相信主席了哈，他一定会坚定的捍卫民进党民主的价值。没收初选的这种说法确实是谣言，而且是很恶意的谣言了哈。那周主席这段时间也辛苦了。那我说的恶不是那个你恶距离的那个恶，我说的恶是1+1大于2啊。那这个是我们支持者的期待，我们作为党的政治人物，不能够让我们的支持者过分的忧虑。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强调讲，总统初选的时间表唔通阁变啊，嘛袂使阁变。选举的时间表会送5月7日中常会通过。